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11月12號谷草野賽圓滿結束，今晚世一騎師麥道朗喺谷草開始客串期，表現都唔係十分厲害，可能都要跑多一兩個回合先至可以數糊。雖然上一集我哋冇出片，但有留意我哋出嘅文章所提供嘅心水，表現都尚算過得去。尤其是係會員頻道嘅全晚心水，我自己都幾滿意今次嘅成績。如果未係我哋會員嘅摯友們，可以盡快成為我哋嘅會員，做忠實摯友。今晚賽事裏面暫時未有符合我哋揀馬5大原則嘅馬匹，所以今晚暫時就冇備忘馬。但係請摯友們要由頭睇到尾，因為較後嘅環節有我哋星期六嘅心水推介。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，一齊以小博大，刀仔鋸大樹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就記得訂閱啦。上一集由於要出差，所以冇出片，但係人在外都有留意香港嘅新聞同埋一啲賽馬嘅相關資訊。而香港而家有兩大件事，相信每一天嘅新聞大家都會睇得到。第一個就係12月7號香港立法會選舉日，第二個就係全運會每日嘅實時資訊，以及每日唔同賽事嘅賽果。當中見到全運會女子公路單車賽，我哋香港隊嘅李思穎成功衛冕，取得香港隊今屆競賽項目嘅第2金。當中李思穎特別鳴謝佢嘅隊友嘅護航，成為今屆佢奪金嘅重要關鍵。呢一個嘅講法令我不禁想起剛剛168場次嘅賽果，另外有一啲嘅遐想。相信摯友們喺賽前爬馬嘅時候都應該知道呢一場係冇步速嘅賽事，亦都知道肯定會放頭嘅馬匹係上2場會跟前跑，由金城江策騎嘅正極會掌握步速。誰不知金城江唔單止冇將正極擺喺前面跑，佢就有得報埋嗰隻鑽石星空喺前面度慢放，跟住練馬師同門師兄弟嗰隻嘅富國兄弟就喺守住第2位好舒服。頭3段都係我近季以嚟見過3班黐線米最慢嘅步速。騎師黃志宏都好醒目，知道段速咁慢，就想喺中段嘅時候幫自然動力發力。點知冠軍騎師潘頓騎一隻小鳥天堂就頂住自然動力個位，令佢喺外檔更加蝕位。最後摯友們都應該知道邊3隻馬包辦3重彩啦，就係昔日香港殿堂級練馬師簡 Sir 嘅3位徒弟。但係富國兄弟以31倍贏馬，連贏位有250倍，但係條3重彩就只係得大約23,000蚊，感覺上係有識之士中得好型。首先我要理身，呢一場我係冇投注嘅，不過做翻賽後檢討嘅時候先慢慢睇翻，可能咁啱得咁巧先有咁嘅賽果呢。當日尾場就由我哋鬥智3雄包辦3重彩，唔通又屈佢打隊形咩？哈哈！呢一場168場次慢步速嘅受害者一生好彩，令我刮目相看。我自己估計佢好有機會衝擊到4歲系列賽。講開4歲系列，雖然而家都係言之尚早，皆因環顧所有嘅4歲馬都唔係有啲超突出嘅黑馬分子。但我相信4歲嘅馬匹喺嚟緊2個月都有表現嘅話，馬主都一定會俾自己嘅愛駒參加榮耀一生一次嘅香港打比賽系列。而我喺之前嗰集數都提及過，要留意一啲打比賽前嘅寶藏馬。其中一匹就係由大衛希斯訓練嘅呢位澳洲練馬師，今季一定會聲名大噪。皆因10月佢訓練嘅嘉應高升已經喺佢家鄉揚威，贏得珠峰錦標。而佢另一匹中年嘅好馬好有心得，又喺短途賽發威。所以今季大部分嘅短途賽事都可以話係大衛希斯嘅囊中物。今次我重點推介馬匹就係由大衛希斯訓練，將會列陣3班1,600米嘅火焰閃爍。之前我都提及過，呢一匹係打比之前嘅銀行馬，原因係幕後知道馬匹有能力，都會盡量趕及打比系列賽，因而逢出必拼。火焰閃爍係一匹4歲嚟自紐西蘭嘅 PPG， 今季已經係第2季喺香港上陣，已經攞咗3個 winner。而佢對上4場嘅賽事，更加確立咗佢係中長途馬嘅實力。而今次揀佢嘅原因，除咗覺得佢好有潛能參加到4歲系列賽之外，佢上季季尾2場賽事表現有別於同齡嘅馬匹。喺上季770場次，當日嘅跑道形勢比較利前置嘅馬匹，但佢以後上嘅跑法衝上嚟攞到亞軍，即係輸俾賺咗形勢嘅英俊 J 區。喺815場次，佢以3歲之齡孭130磅，仲要增程200米，以強橫嘅後勁攞到香港嘅第2場頭馬。今季季初055場次，騎師田泰安都全程外搭，好不利嘅情況底下，衝上嚟輕鬆攞到第4，衝贏咗之後再出，好似馬王咁贏法嘅天象龍駒，之後再出113場次，連馬師大衛希斯都刻意幫火焰閃爍換咗個配備，幫佢初戴眼罩，跑落仲更加勁。火焰閃爍排住9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非常普通，好彩騎師田泰安都不慌不忙，慢慢將火焰閃爍留翻喺後面貼欄位置競跑。沿途都幫火焰閃爍慳咗好多位，頭1200米嘅走位可以話係一絕。但入正直路嘅時候，火焰閃爍就重重圍困，前面有幸運派彩頂住，或者就有加州熱浪同埋勁沙塵擋住。去到臨尾250米都仲未望空，最後200米都仲要俾其他馬匹撞咗一下。喺咁惡劣嘅情況底下，田泰安只係齋推，火焰閃爍都則以勁勢上前取得頭馬，可見呢一匹馬膽量、鬥心、能力都上乘。
希望星期六可以幫摯友們穩贏一場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。第10場嘅心水，我哋要8號火焰閃爍、9號勁沙塵、3號幸運派彩、13號太太精神。另一場嘅心水，我就揀咗我哋鬥志三雄之一無畏健馬房，將會列陣2班1000米6福珠寶杯嘅風再起時。上次佢跑1004米喺勁快步速又示威嘅情況底下，佢都可以只係輸俾路程專家嘅光年魅力。今次跑翻自己首半路程1002米，相信可以捧杯而回。風再起時排住4檔起步，出閘反應都相當之快。雖然騎師梁家俊都好想幫風再起時攞到貼埋嘅位置競跑，可惜內側由潘頓策騎嘅光年魅力就頂住佢，令到風再起時全程都係2搭競跑。轉彎嘅時候就蝕位無數，到最後佢都以勁勢上前，都只係輸俾走位非常精靈，又係1004米嘅路程專家光年魅力，到最後都只係輸半個馬位攞到第2。今次跑翻自己嘅首半路程，相信可以更有把握去贏取頭馬啦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。第7場嘅心水，我哋要11號風再起時、10號風雲武士、1號愛馬線、9號標之星河。仲有一個小提示，我哋馬迷誌而家開通咗會員頻道啦，有興趣嘅摯友都不妨成為我哋嘅會員啦。會員權益包括有備忘馬概覽、每天跑道形勢概覽、賽日精選心水，希望各位多多支持。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！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